嘉义县是台湾种乌卡栗甲上界大的产地，这大拿种的面积呢有800公顷。但年3月开始就是这乌卡栗甲的采收期。农民表示讲，虽然旧年受到这天气的影响，今年的收成时间有较晚，不过今年蔬菜品质真好，头一批出口就要13吨，也按算今年也有80吨以上的出口量。合作社工作人员无用手头的工课，有人写，有人拿细拿紧。大家要赶紧替农民来处理早时啊采收落来，准备要交外销的笋仔。大拿的农民讲，清明过了后，产量会愈来愈多，笋仔有外销会当稳定价上。气温越来越高啊，雨水量也变多，产量会增加，但是因为产量增加，所以我们价钱就开始往下掉。那你如果有这个外销的通路的话，可以帮我们把价钱维持在比较好的那个价位。合作社表示，原本3月开始就是乌卡栗仔收成的时间，但是因为去年风台影响，所以收成较慢。不过今年的品质袂歹，按算今年外销的状况应该比去年较好。顶年风台的问题，所以飞足侪条的，倒足侪量会减真侪啦。今年的量会减到这一算，品质袂歹。因为水提早了，咱今年有雨水有，所以讲你有雨水有笋仔就有。嘉义县农业处表示，嘉义县大拿乌卡栗仔已经连续5档有接到国外订单，目前产季每个月会当出口一个货柜，一年有80吨左右。贸易商嘛表示，会看国外市场的状况，出口量有机会阁增加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